講嘅就一頭煙啊！話俾你聽，呢頭都未曾交，嗰頭應該係加啦喎。唔係交，我覺得交稅冇辦法啦，因為如果你揾到錢，我諗你交稅都應該。不過嗰個預繳稅啊，係咪可以應該有得商量下咧？係咪啊？睇完妹姐嘅片段，妹姐好精明，知道可以同稅局申請暫緩預繳稅。個老闆都問應該點樣同稅局傾啊？我話你知，千祈唔好亂咁試，用錯方法分分鐘仲麻煩。申請暫緩預繳稅之前，你首先要問自己幾個問題：第一，你係咪符合資格？第一，你今年嘅收入係咪真係差過舊年好多啊？利潤少多過1成？第二，老闆本身個人嘅情況有冇變啊？例如今年有冇小朋友出生，所以你個人可用嘅免稅額都有改變？第三，你盤生意係咪已經執咗，或者就嚟執？第四，你係咪已經就上個年度嘅稅單提出緊反對？如果你符合其中一個條件，恭喜你，你絕對可以申請。但係稅局唔係你申請就即刻批，佢會審視你嘅情況，要你交證明，例如最近嘅 management account 去證明你收入真係跌咗。問題嚟啦，你交嘅文件夠唔夠說服力啊？你寫俾稅局封信嘅措辭夠唔夠專業？你識唔識同評稅主任有效溝通？搞錯一步，申請被拒絕，舊錢就要準時交嘅啦，仲可能喺稅局留低個唔好嘅記錄添。呢啲專業嘅文件準備、數據嘅分析，同埋同稅局有效嘅溝通，就係我哋執業會計師嘅價值所在。如果你想申請暫緩預繳稅，但又唔知點樣入手，驚搞錯嘢嘅話，唔好自己估估下，揾我接演，我會快速評估你嘅情況，話你知成功率有幾高，同埋下一步應該點做。時間唔等人，到期就要交稅啦，所以要盡快行動。